各位好，我認為咧，鄉村嘅生活環境咧係需要改善嘅。睇翻我哋自己西貢區咧，甚至有啲鄉村咧到今日咧都仍然係未有車道咧可以去得到嘅。喺嗰個交通配套嗰個嘅鄉村嘅環境，同埋咧好多嘅設施或者啲社區設施咧係唔足夠，所以咧我認為咧係適度嘅發展咧係需要嘅。咁但係係咪一定要呢個係即係新市鎮化嘅模式嚟到去進行呢？係咪一定要將呢啲地方係要呢係住十幾20萬人，係要起一啲呢30-40層嘅高嘅樓嚇，或者呢嗰個公營同埋私營房屋嘅比例係咪應該好似而家咁講呢？我認為唔係嘅。我認為呢呢啲發展呢，大前提一定要係點樣可以去改善到村民嘅生活，點樣可以俾大家一個藍圖。將來咧，大家嘅生活環境就係咁㗎啦，然後聽村民嘅意見。咁至於話呢個發展係咪可以做到以人為本呢？我認為係應該要嘅。特別咧，而家政府咧應該係要吸取過往好多件發展嘅一啲同埋保育之間一啲爭議事件，佢係應該吸取一啲經驗。論壇應該要做，但係只係一啲文件式嘅一啲嘅諮詢，或者係一啲公眾嘅一啲嘅諮詢論壇呢，係並唔足夠。我睇嗰啲文件話，大概受影響嘅村民呢，即係幾個發展計劃嘅區呢，有8千幾9千人。點解政府係唔可以投放資源去逐家逐戶去問村民嘅意見？你哋想點樣？你哋有乜嘢選擇？係咪可以委託一啲調查民意嘅機構嚟到做，令到成個發展係充分係能夠反映到村民嘅意見呢？多謝大家。時間已經夠啦，咁我